这6种常见的食物可能会加剧关节僵硬、关节痛觉，非凭空出现。无论您是面对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还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日常磨损，不适感的真正根源，往往比您想象的还要深层。大多数人认为疼痛是由老化、旧伤或天气变化引起的，虽然这些因素确实有影响，但还有一个隐藏的诱因，每天都在悄悄地让关节发炎，那就是我们吃的食物。许多长辈没有意识到，某些日常食物会无声无息地让身体发炎、削弱软骨、减缓恢复速度，并让您的关节感到僵硬、肿胀和疼痛。这些食物会扰乱您的自然修复过程，让您的关节陷入持续的发炎循环中。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醒来时会感到膝盖沉重、髋部紧绷或手指肿胀。这不是因为他们变老了，而是因为他们的饮食正在与身体作对。好消息是，一旦您了解哪些食物在助长发炎，您就能终于掌握主导权。许多人在避开这些诱发食物后的几天内，就明显感到缓解、僵硬感减少，活动更轻松，且症状发作的频率降低。这段内容将详细分析对关节痛最有害的6种食物，让您可以保护软骨、平息发炎，并帮助关节再次感到轻盈、灵活。第一种食物是糖，糖是我们从小就喜爱的成分之一，它存在于我们的茶饮、零食、面包、甜点中，甚至隐藏在那些尝起来一点也不甜的食物里。但在体内，糖的表现与我们预期的截然不同。对于您的关节来说，它就像是一种缓慢稳定的毒药，在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磨损它们。当您吃糖时，血糖会迅速升高。作为回应，您的身体会释放大量激素来降低这些数值。这种像云霄飞车般不断起伏的过程会引发发炎。正是这种类型的发炎会让您的膝盖肿胀、手指僵硬，以及肩膀在简单活动后感到疼痛。但真正的损害来自于一种称为糖化终产物 AGEs 的东西。想象一下，AGEs 就像是在您关节内部形成的微观铁锈，它们会附着在胶原蛋白和软骨上。这些是帮助关节平滑滑动的软垫组织病，随着时间慢慢使它们变硬，软骨不再保持柔韧和弹性，反而变得僵硬、脆弱，更容易龟裂和磨损。这些会导致早晨僵硬感，感觉关节像被锁住了一样，在站立或爬楼梯等简单活动时感到疼痛。吃完含糖食物，吸后手指或膝盖肿胀，以及关节炎患者的软骨加速分解。更令人惊讶的是，糖分潜入饮食的方式。大多数长辈认为我不吃甜食，但他们每天却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大量隐藏的糖分，像包装汤品、沙拉酱、面包、番茄酱、饼前、能量棒、谷片和水果、优格等食物所含的糖分可能比甜点还多。即使是标榜健康的果汁，其含糖量也可能与汽水一样高。还有一件事，许多人不知道，人工代糖并不总是有效。其中一些会混淆身体并引发相同的发炎过程，即使没有热量，也会使关节痛恶化。但这里有个强而有力的好消息，当您减少糖分的那一刻，您的关节就开始恢复，发炎指数下降，肿胀开始消退，您的软骨获得了再次呼吸的机会。许多人发现早晨的僵硬感减少了，活动能力变好了，手指和膝盖的肿胀减轻了，整天的动作更顺畅轻盈，而且这不需要几周的时间。对于大多数长辈来说，改善通常在3到7天内开始，有时甚至更快。您的关节讨厌糖，不是因为味道，而是因为糖让他们每天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即使只是减少一点点，也能给您的关节一个他们一直渴望的喘息机会。第二种食物是白面粉、精制淀粉制品。白面粉制品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非常普遍，以至于大多数人吃之前甚至不会多想。像是白面包、用精制面粉做的烧饼或面食、饼前、面条、意大利面、糕点等，它们方便、松软且令人感到慰藉，但在您体内，它们的表现与您预期的非常不同，特别是在关节健康方面。问题始于白面粉的制作过程，在加工过程中，谷物的麸皮和胚芽这两个含有维生素、矿物质、纤维和健康油脂的部分被完全去除，剩下的只是一种看起来干净洁白，但在营养上却空洞无物的粉末。当这个精制面粉进入您的系统时，您的身体对待它的方式几乎与对待糖一样。吃下白面粉食物的几分钟内，您的血糖会飙升，胰岛素激增，发炎化学物质被释放，您的关节变得更加敏感和容易反应。这些持续的飙升助长了慢性发炎，正是这种低度发炎让您的膝盖发热、手指僵硬，或在久坐后感到下背部紧绷。但还有另一个隐藏的问题：酸性物质的形成。精制面粉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过多的酸，您的身体必须中和这些酸以保护组织位了。做到这一点，它会直接从您的骨骼和关节中提取钙和镁等碱性矿物质。随着时间推移，这会耗尽保持软骨强健和关节缓冲所需的矿物质。这个过程导致僵硬感增加，关节肿胀、灵活度降低、软骨加速分解，以及动作变得更沉重、更痛苦。许多人并没有将他们早晨的僵硬或晚上的膝盖痛与稍早吃的白面包、炸物点心或糕点联系起来，但这种关联是真实的，并且有科学依据。白面粉的消化速度也极快，这意味着您会获得短暂的葡萄糖爆发，随后便是崩盘。这些不断的崩盘让您的关节发炎更严重，并让您整天感到更疲惫。另一个大问题是，精制面粉食品通常含有不健康的油脂、人工添加物、防腐剂和反式脂肪，所有这些都会进一步增加发炎。好消息是，当您减少或替换白面粉时，您的关节会迅速反应。许多人注意到膝盖片轻盈了，手指周围的肿胀减少了，精力变好了，痛苦的症状发作减少了，整天的活动也更容易了。改吃全麦面包、燕麦、小米、藜麦、扁豆或以豆类制成的面食，能提供身体支持、骨密度、肌肉力量和关节修复所需的营养，而不是消耗它们。白面粉在盘子里看起来可能无害，但在体内，它就像一个安静的破坏者，萃取矿物质，激发发炎病，减缓关节恢复。用更好的选择来替代它，是支持长期关节舒适最简单的方法之一。第三种食物是红肉。红肉无论是牛肉、猪肉还是羊肉，都是许多餐点中的常客。它美味、有饱足感且令人熟悉，但对于老化的关节来说，红肉就像是一种缓慢燃烧的燃料，在您吃完很久之后，仍持续在体内维持着发炎反应。让红肉成为问题的不仅仅是它的脂肪含量，而是它所含的特定脂肪类型，饱和脂肪以及一种称为花生4烯酸的化合物。当这些进入您的系统时，您的身体会将它们转化为称为前列腺素的发炎分子。这些分子正是那些在关节内发出肿胀、发热、僵硬和疼痛信号的物质。因此，如果您注意到在某些餐后膝盖感觉较热、手指肿胀或髋部更痛，
这可能不是巧合，这可能是您盘子里的红肉造成的。对于患有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或痛风的人来说，影响甚至更大。红肉会增加发炎的发作频率，使肿胀持续更久，引发早晨僵硬，降低关节灵活度，并加剧体能活动后的疼痛。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红肉，特别是牛肉和猪肉，也含有丰富的普林 （purines）。当普林在体内分解时，会产生尿酸。如果尿酸水平升得太高，它会在关节中结晶，特别是在大脚趾、脚踝和膝盖，导致剧烈的疼痛、肿胀和触痛。这就是为什么痛风患者通常被建议立即限制红肉摄取量。另一个隐藏的问题是，许多加工红肉产品，如香肠、培根、火腿和热狗，含有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等防腐剂。这些化学物质会增加体内的氧化压力，损害细胞壁，使发炎恶化。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持续的氧化压力会削弱软骨，并减缓已经发炎的关节的愈合速度。再来谈谈消化，红肉沉重且分解缓慢。当消化系统在处理一顿大餐时感到吃力，会增加全身性的发炎。您的关节几乎可以立即感受到，但好消息是，您不需要完全不吃蛋白质，您只需要更好的来源，用抗发炎食物来替代红肉，例如富含 Omega-3 的深海鱼、豆类、扁豆、鹰嘴豆、坚果、种子、豆腐或植物性蛋白质选择，能提供您的关节平息发炎而非助长发炎的营养。大多数人在减少红肉摄取后的几天到几周内，就会体验到明显的好处：关节肿胀减少，关节感觉更平静、凉爽，活动能力改善，走路和爬楼梯更轻松，活动后的恢复也更好。您的关节不需要您放弃美味，它们只需要你远离那些点燃发炎的食物，转向那些有助于舒缓与支持它们的食物。第四种食物是乳制品。乳制品如牛奶、起司、奶油、优格和鲜奶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健康的必备品。我们许多人从小就被教导，牛奶能强健骨骼，钙质能保持关节健康。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乳制品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同。对于大量成年人，特别是50岁以后，它实际上是在悄悄刺激关节，而不是支持它们。问题不在于钙质，真正的问题在于乳制品中发现的蛋白质结构，特别是酪蛋白 casein 和乳清蛋白 whey。在某些人体内，这些蛋白质就像刺激物。当它们进入身体时，免疫系统会将这些蛋白质视为外来入侵者并产生反应。这种免疫反应不仅在肠道引发发炎，也会在关节引发发炎。这种发炎可能表现为早晨僵硬、手指肿胀、膝盖和髋部酸痛、下背部紧绷，以及饭后不适感增加。许多长辈认为这些症状只是老化，但实际上，乳制品可能正在默默地导致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消化敏感性。随着我们变老，我们的身体自然会产生较少的乳糖酶，这是分解牛奶中乳糖所需的酵素。当乳制品没有被适当消化时，会导致胀气、排气、胃酸过多和发炎。这个发炎不会只停留在胃部，它会循环至全身，并经常停留在脆弱的关节处。起司和奶油也可能含有高量的饱和脂肪，这会增加血液中的发炎物质。对于已经在与关节炎或退化性关节炎对抗的人来说，这会让症状发作持续更久，恢复速度更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乳制品敏感性会以奇怪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早晨膝盖肿胀、肩膀紧绷，或醒来时手指关节感觉浮肿。
最令人惊讶的部分是，当有关节问题的人停止摄取乳制品，即使只有7到14天，许多人都经历了明显的改善，僵硬感减少，发作偏少，动作更轻盈，消化系统也更平静。植物性替代品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敏感的关节提供了更温和的选择。杏仁奶、燕麦奶、豆浆、椰奶、腰果、优格，不含酪蛋白的素食起司，这些选择不会引发发炎蛋白，且通常让胃部感觉更轻松。转向植物性选择并不意味着放弃营养。事实上，许多添加钙质的植物奶提供相同甚至更高水平的钙却没有发炎的副作用。乳制品可能并非对每个人都有害，但对于许多50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安静的干扰者，让关节持续发炎和不适。第5种，食物是酒精，偶尔喝点酒看似无害，但对于老化的关节来说，它是愈合过程中无声且最具破坏性的障碍之一。酒精特别棘手的地方在于，大多数人不会将他们晚上的小酌语、隔天早上的膝盖僵硬、手指肿胀或下背部紧绷联系起来，但这种关联是非常真实且强烈的。当酒精进入体内，肝脏会立即将重心转向分解酒精，这意味着您的肝脏只有较少的能量和资源来做它原本该做的事：排除毒素、清除发炎、过滤代谢废物，以及支持受损组织，包括您的关节的修复。结果，本该被过滤掉的有害副产物，在您的血液中停留的时间比应有的还长，这些毒素流经您的组织，刺激您的软骨，并加剧关节内部的发炎。酒精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它对尿酸的影响。酒精会减缓身体排除尿酸的能力，导致尿酸堆积。一旦浓度过高，尿酸就会形成尖锐的结晶，沉积在关节中，特别是在脚趾、膝盖和脚踝。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饮酒后醒来会感到关节突然灼热或红肿发热。对于任何患有痛风或有痛风家族史的人来说，酒精可能在一夜之间引发痛苦的发作。啤酒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它不仅含有酒精，普林含量也很高，这会产生更多的尿酸。红酒和烈酒也会干扰肝脏排毒并引发发炎，尽管方式略有不同，但伤害不止于此。酒精还会使身体脱水，让软骨片前，削弱免疫系统，增加氧化压力，减缓胶原蛋白修复，使关节肿胀持续更久，减少镁等重要矿物质的吸收，并干扰睡眠，而睡眠正是身体修复关节组织的时候。所有这些因素制造了慢性关节痛的完美风暴。许多长辈惊讶地发现其影响力竟如此之大，他们以为酒精只影响肝脏而不是关节，但您的关节会在数小时、数天，有时甚至数周后感受到这些影响。好消息是，减少酒精摄取后的关节改善通常很快。人们普遍报告膝盖和双手的肿胀减少，早晨活动力变好，醒来后僵硬感降低，痛风发作减少，睡眠品质改善，这能加速愈合，更有精神，以及整天动作更轻盈。如果您希望关节自我修复，酒精是首要必须排除的事物之一。即使减少50%的量，也能产生显著差异。您的关节并不要求完美，它们只需要在愈合的道路上少一些障碍。第6种食物是反式脂肪和加工食品。反式脂肪是您可以放入体内最有害的成分之一，特别是如果您已经在与关节痛搏斗。这些脂肪是在工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当时油脂被化学改变，以在室温下保持固态。您会在包装零食、油炸素食、人造奶油、乳马林、冷冻披萨、烘焙食品、饼前、
苏打饼和许多即食产品中发现它们。这些食物可能尝起来不错且方便，但在体内，它们就像是一个火花，让发炎之火不停燃烧。反式脂肪透过几种方式扰乱您的关节。第一，它们助长慢性发炎。反式脂肪会增加血液中发炎化学物质的产生，这些化学物质会沉积在您的膝盖、髋部、肩膀和手指，使您的关节感到僵硬、肿胀和敏感。第二，它们损害您的细胞，这些脂肪会增加氧化压力，这是一种内部的生锈过程，会伤害软骨细胞并减缓它们的自我修复能力。当软骨无法当愈合时，即使是正常的动作，也会开始感到疼痛。第三，它们削弱血液循环，健康的关节依赖良好的循环来带来营养和氧气。第四，它们阻碍好脂肪运作。您的身体需要像 Omega-3 这样的健康脂肪来平息发炎，但反式脂肪会干扰吸收，就像路障一样，阻止愈合。第五，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使关节僵硬恶化，经常摄取加工食品，会导致累积性损伤。起初的轻微不适可能变成长期的肿胀和活动力降低。人们常低估加工食品对关节健康的影响有多大。即使是每天吃一点小零食，如包装饼钱、炸春卷、洋芋片或市售的烘焙食品，经年累月下来，也会让关节持续发炎。但这里有各强而有力的部分。当您消除反式脂肪并转向真正的原型食物时，您的身体会迅速反应。您会注意到关节活动更柔软、顺畅，膝盖和手指的肿胀减少，早晨僵硬感降低，精力和消化变好，活动后恢复更快。来自橄榄油、酪梨、坚果、种子和深海鱼的健康脂肪有助于重建关节组织并减少发炎，之于反式脂肪的作用完全相反。您的关节不只需要食物，它们需要对的食物来保持强健。关节痛不仅仅是因为年龄、遗传或旧伤，你每天关节的感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您在厨房里所做的选择。您吃的食物不是平息发炎并帮助关节修复，就是默默地让组织发炎，使软骨变硬，并让您受困于疼痛的循环中。真相很简单，您的关节一直在聆听您的饮食。每一餐不是帮助重建软骨，就是再破坏它一点点。每一口食物不是支持顺畅、轻松的活动，就是在关节内增加更多的热度、肿胀和僵硬。但令人振奋的是，您拥有控制权。当您减少糖、精致、面粉、红肉、乳制品、酒精和加工食品时，您的身体就获得了重置的机会。发炎下降，僵硬消退，活动力改善。您的关节终于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休息，来自我修复。即使是小小的改变，像是将白面包换成全谷物，用坚果代替油炸零食，或减少酒精摄取，都能在几天内产生明显的改善。您的身体并没有放弃，您的关节并没有太老，他们只是需要正确的支持。每天重复健康的选择，无论您的年龄多大，都能恢复舒适、力量和灵活度。所以，从您现在的状况开始，依次做出一个改变，给您的关节一个机会，让他们再次感到轻盈、平静且更有活力。如果今天的内容帮助您了解了关节内真正发生的事情，请记住这一点：疗愈不需要绑大昂贵的改变，它始于简单的日常选择。选择能平息发炎而非助长发炎的食物，给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并倾听关节发出的信号。您值得拥有没有疼痛的活动能力，您值得拥有感觉更轻盈的早晨。
您值得拥有一个能支持您想要过的生活的身体。所以今天就从一个改变开始吧。您的关节会在明天、下周以及多年后。感谢您。如果您觉得这有帮助，别忘了分享给那些一直受僵硬或肿胀所苦的人，这可能会像改变您的一天那样改变他们的一天。好好照顾自己，持之以恒，